黃廷芳慈善基金與信和集團捐出2億元予 Enlar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旗下的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發中心，以支持香港的人工智能發展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捐贈儀式致辭表示，今次捐贈將支持中心建立服務平台，為市民提供港產大模型講話通服務，亦是業界首個將 DeepSeek 本地化模型所提供的服務。他期待模型進一步發展，向更多應用場景延伸，令服務更多元，讓更多市民受惠。他又提到，在上星期兩會期間，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到，要推進人工智能的行動，支持大模型廣泛應用，將數字技術和製造優勢、市場優勢結合起來。陳茂波說，香港要在這一波人工智能引領的浪潮中把握機遇。